好高啊！我係指個樓底啊，好好用嘅升高地台，好有氣勢嘅門面，好靚嘅電梯大堂，好大個玻璃幕牆。吓，砌租竟然同工廈嘅工作室差唔多。如果可以整多一層嘅話，咁咪有 double 地方用。睇下 AI 樓上有咩諗法先。做會議室，做休息間，做餐飲區，定係做個演講看台？今日嘅開箱片好特別啊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添啊！平時新樓住宅嘅開箱片大家就睇得多啦，咁唔知工商廈嘅新樓開箱片大家有睇過未呢？如果喜歡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最緊要就係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匯創360啦。話說有個朋友想創業，想租一個可以搞活動嘅地方，睇過一啲核心區嘅傳統寫字樓，但係好多樓底都好矮，空間感比較壓迫。於是咧，我就幫佢揾咗呢個地方啦。首先揀咗地區先，今次開箱嘅係一棟甲級工商大廈——東方國際大廈，位於荔枝角大南西街同永康街嘅交界。荔枝角地鐵站 B 出口一出，轉咗過兩個街口，大約3-4分鐘就到噶啦。荔枝角區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工業區，近年咧都陸續轉型。大馬路咧即係長沙灣道嗰邊，主要係傳統嘅工廈，好似香港工業中心、長沙灣廣場等等。行入一兩條街，青山道、永康街呢邊咧就比較多重建，比較多新式工商大廈嘅選擇啦。跟住就揀大廈啦。頭先講區內有好多新起嘅工商大廈，最出名嘅當然就係新世界嘅瓊林街83號啦。佢呢個戶外嘅梯級式園林廣場，成為好多 KOL 嘅打卡熱點，仲有好多國際品牌進駐添。另外仲有好幾棟大廈都好靚嘅喎，東方國際咧就其中一棟啦。玻璃幕牆嘅設計，外觀比傳統嘅工商大廈靚仔好多。設計師再加入綠化概念，呢幅綠化嘅外牆離遠都已經見到㗎啦，感覺好高級、好時尚，跟得上現今重視環保嘅潮流啊！行入去大廈嘅 main lobby， 樓底好高，好有氣勢啊！真係，如果你嘅業務需要見客嘅話咧，呢個門面就夠晒體面啦。上去朋友個單位睇睇先，就係呢度啦。估唔到咧，分層嘅 lift lobby 咧都有呢個綠化嘅設計，真係好有心思喎。跟住咧就揀單位啦。今次睇嘅單位建築面積1451尺，實用面積咧就943尺，四四正正，中間冇柱位。非常實用㗎，加上大單邊好大幅嘅落地玻璃，採光度都好充足。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，揀工商物業都好留意個樓底嘅喎。例如咧，有好多工商物業啦，個樓底咧只係得12尺高，比住宅咧只係高啲，但咧就係唔夠做閣樓咯。而家咧呢度有成4.7米啊，超過15尺，等於3個我咁高啊！有足夠嘅空間可以做閣樓。變相咧就會多咗好多地方用啦。冷靜啲，唔係成層做嘅，唔會多1倍面積咁多㗎。參考啲網上嘅設計圖咧，一般咧都係做1/3或者1/4，視覺上咧就唔會咁壓迫啦。如果真係做嘅話咧，都有技巧㗎。以前咧冇網管，好多人咧就當自己起樓咁，用工字鐵搭啦，咁樣係唔得㗎，僭建嚟㗎，違例㗎，要入則嘅。所以咧，一般咧都係用家私搭建，隨時可以拆走，咁就比較靈活啦。以往咧好多工商物業咧以清水房嘅標準交樓，即係所謂嘅 BHL， 原意咧就係俾個租客按自己嘅要求設計，但係咧成本就高好多啦。所以咧近年好多都會包埋基本嘅裝修，好似呢個單位咁啊，例如整好晒假天花啊、冷氣機等等。以前咧我睇過一個喺荃灣嘅，外觀都好靚。但係咧就冇冷氣機頭喎，業主咧或者租客要自己裝，每個都成幾萬蚊，加加埋埋咧成6位數字都幾重皮㗎。另外咧亦都會有啲工商物業係會做埋升高地台嘅，而家個台頭啊都有電腦啦、電子產品，接線咧接到7角咁亂，做好地台俾你哋喺地下拉線咧，感覺就會企理好多啦。
除咗地台啦、樓底多窗之外咧，朋友仲教我咧要留意佢哋嘅冷氣喎，因為咧有好多 office 咧佢哋都係中央冷氣啦，咁星期六日啊夜晚咧都要俾加時冷氣費㗎，而呢個加時冷氣費咧一啲都唔平，都幾貴下㗎。但係呢度就唔同啦，呢度咧係獨立冷氣，咁你想星期六日啊夜晚開工都冇問題，幾時開工幾時收工都得啦。呢個大單邊嘅單位咧，一邊就望住翠綠山景，一邊就望住繁華鬧市，感覺咧都非常之開揚舒服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嚟實地考察啊！彩蛋時間嚟啦，今次咧都係業主邀請我嚟拍攝嘅，我亦都唔係地產代理，所以係直達業主，租客免佣金。資訊欄下面有我哋嘅聯絡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WhatsApp 我安排睇現場啦！